都央视看客家戏剧20年，客家戏剧其度有很多个作品是改编自文学的，其中有一出我印象非常好的，就是《在河左岸》在河左岸，一本是改自钟文英老师的作品，以下是很多的中南部到台北青条路的客家人的故事。我请到的很好的导演、老演员，还有制作公司来做一部戏。今日请导演老女主角来讲看在河左岸一出戏。走唔得啦！哟，阿叔诶，你较歹哦，细阿妹，用要行喺暗超呢。哥哥都抢来东西是没？乱讲，臭家家的就是臭家家的，那种适度没品。没强用啦。好诶啦，应该说电视圈会有个不好的做法，就是你待会讲什么话、做什么事情，我就买什么糖给你吃，这样，或者是用恐吓的方式来吓小朋友。那这个我是禁止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是绝对不会自然的，所以我们要多留点时间，然后就是对待他们，而且我不允许副导演去做这种事情，你不可以用交易的方式来对待小孩子。兄妹，先啊，先啊。奶奶爱。干嘛噶？拍第一代，我们在那个倒瓜厨那边是最美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是最美的一段过程。我自己也觉得，哦，天哪，那群小孩子是太 pure 了。你也不用去教他怎么演戏。在和左岸来说，小孩能够呈现那么的自然，其实是译文因为他就妈妈，那常常跟他陪着他，让小孩很安心。那我们就是让工作人员稍安勿躁，我们等一下对我们不要 NG 太多次这样。慢点啊！来帮送诶。强思水。我觉得丽文非常适合粘起瑶这个角色，这个角色我觉得非他莫属。对一道戏的那个关键戏，哇塞，我都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难演的。我不知道要怎么，而且他每次都很快就进入状况。看下自己。我还在想说这一场我要怎么演，他来报丧。哦，我都还想说天哪，这好这戏太难演了。我在想说我这怎么演，而且我还有一个女儿在旁边，怎么演？可是我都记得导演只是在走戏，陈导只是在走戏，根本都还没有下镜位，在走戏。
丽文就已经啪啪啪啪啪啪，印象非常深刻。给听你就好。每个 take 演的虽然是一样，但事实上对演员、对导演来说，他就像佛教里面讲的当下嘛，当下这个的氛围什么，其他演员就丢新的东西了，你要及时的应接，你不能一直在 repeat 对repeat 前面的东西。你好，爱上去，茶面呢？你什么饮茶面茶的哦？哎呦，讲哦，面不懂讲哦。妈妈，暗熊哦。要某色面，是在喊大声，你要把赚钱动辛苦呢。他嘛俺买呀，哦。其实琼轩，他本来就是一个我非常应该讲喜欢也尊敬的演员，但是我觉得《在河左岸》对我来说真的是他的代表作。对我来说，因为我们是自己亲身在跟他对戏的人，我觉得他演这个太姑姑这个角色，他出场的场次不多，但是只要他一进来，他很知道自己这个角色的那个位置是什么。然后很能够非常自然的，而且还带有情感的去帮其他角色的戏烘托出来。哇塞，这就是我认识的琼轩，因为他的演戏不只是台词上面跟表情上面，我觉得他的姿态，我很喜欢偷学他的姿态。他有一些在理发店的跟那个他的男朋友旧情人，刀吼，应该为你的颔棍啊，那个画落，吼。你是咧讲什么三八话啊？我知影你已经有某啊呢。你莫听人外口黑白讲。黑白讲，人我亲目睭看到的呢，毋是黑白讲的呢。毋是讲无结婚，你今仔毋知几个啊？我有讲啥的？迄个啦。说你的。应该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当女主角，就是在客台的《在河左岸》，所以她对我来讲，生命历程当中，她绝对是一个你一辈子不会忘掉的，不管是就演员的历程，或是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，她绝对是一个位置在那边。